你有冇留意過身邊有一種女人，佢未必係有錢人，未必住豪宅揸靚車，但你望住佢就覺得佢好有福氣，佢行出嚟面色紅潤，笑容和善，成個人透住一股安穩嘅氣場，連帶佢身邊嘅人都覺得舒服。反過嚟，有啲女人明明條件唔差，靚仔又瘦，但偏偏日子過得好擰巴，成日覺得唔順心。點解會咁？古人話相由心生，一個人嘅面相、體態、手相，其實都係佢內在心性嘅外在投射。今日我哋就嚟講一個好有意思嘅話題。女人身上有3個位，只要夠肉，就算唔富貴，都會有一種由內而外嘅貴氣，天生好命，旺夫益子，而且越老越有福氣。呢3個位究竟係邊度呢？要講呢個話題，我哋要先搞清楚一件事。古人講嘅有肉，絕對唔係話越肥越好。呢度講嘅肉係一種恰到好處嘅豐潤，係氣血充足、心境開闊嘅外在表現。你睇古代嘅仕女圖、唐朝嘅美人圖，入面嘅女子邊個係骨瘦如柴嘅？全部都係面珠墩飽滿，身形豐潤，氣質端莊。古人幾千年嘅觀人術總結出一套好有智慧嘅睇法，唔係睇你靚唔靚，而係睇你嘅氣相。氣相好嘅女人，就算樣貌平平，都會令人覺得佢好有福氣。氣相差嘅女人，就算五官再精緻，都會俾人一種薄命嘅感覺。講到女人嘅福氣相，就一定要提中國哲學入面一個好重要嘅概念。易經64卦入面有一個卦專門講女人同家庭嘅關係，就係家人卦。家人卦嘅卦詞好簡潔，得3個字，離女貞。呢3個字嘅意思係一個家庭要興旺，最關鍵嘅係女人能夠守住正道。你唔好睇佢得3個字，入面嘅智慧好深。乜嘢係貞？貞唔係話女人要死板守規矩，而係話女人要有一種穩定嘅內在品質，正直、踏實、包容、堅定。一個女人有咗呢啲品質，佢嘅家庭自然和睦，日子自然順遂。而呢啲品質恰恰就會反映喺佢嘅面相同體態上面。中國嘅商學表面上係睇一個人嘅外貌特徵，但底層邏輯其實係睇一個人嘅心性同德行。你嘅心態點樣，你嘅面相就點樣，你嘅品格點樣，你嘅體態就點樣。呢個道理用現代嘅話講，就係身心一體。你嘅精神狀態會直接影響你嘅身體狀態。一個長期心境開朗、待人寬厚嘅女人，佢嘅氣血運行自然順暢，面色自然紅潤，身體各部位自然豐滿有肉。相反，一個長期鬱鬱寡歡、斤斤計較嘅女人，佢嘅氣血就會鬱結，面色就會暗沉，身形就會消瘦或者虛胖。所以古人話相由心生，唔係迷信，係幾千年觀察人性嘅智慧結晶。喺中國哲學入面，女人屬坤，坤嘅本質係大地。你諗下，大地係乜嘢特質？厚重、包容、沉穩、滋養萬物。大地唔會嫌棄任何嘢，山川河流、花草樹木，全部都承載喺大地之上。大地唔張揚，唔搶風頭，但冇咗大地，萬物都冇辦法生存。女人嘅福氣同大地嘅道理一模一樣，唔係靠外在嘅光鮮亮麗，而係靠內在嘅厚重同包容。身上嗰3處有肉，正正就係呢種大地品質嘅外在表現。好啦，講咗咁多鋪墊，我哋而家正式入正題。第一個位就係面珠墩。面珠墩即係面頰兩邊顴骨下面嗰一帶嘅位置，有啲人叫佢做蘋果肌。呢個位如果飽滿有肉，商學上叫做面如滿月或者面若銀盤，係公認嘅福氣相。你有冇發現嗰啲令你覺得好有親和力嘅女人，
多數面珠墩都係圓圓潤潤嘅，佢哋笑起嚟嘅時候，面珠墩微微隆起，成個人好似發住光咁，令人望住都開心。面珠墩有肉嘅女人喺商學上有幾個好明顯嘅特質。第一，佢哋性格通常都好和善。你諗吓乜嘢樣嘅人面珠墩會飽滿？一定係成日笑、心境開朗嘅人。一個成日皺眉頭、黑口黑面嘅人，面部肌肉長期繃緊，面珠墩自然會凹落去。所以面珠墩有肉本身就係一個人長期心境愉悅嘅外在證據。第二，面珠墩有肉嘅女人人緣特別好。你回想下你身邊嗰啲人緣好嘅女人，係唔係多數面珠墩都有肉？因為面珠墩飽滿嘅人望落去好有親和力，人哋自然願意親近佢，有乜嘢好嘢都會諗住佢。人緣好，機會就多，福氣自然就嚟。從五行角度嚟睇，面珠墩呢個位置屬土，土嘅特質係穩重、包容、情在。土旺嘅人性格穩重，唔容易衝動。土旺嘅人心胸寬廣，唔會斤斤計較。土旺嘅人有聚財嘅能力，因為佢哋唔會亂花錢，識得儲蓄。所以古人話面珠墩有肉嘅女人和氣生財，唔係冇道理嘅。佢哋嘅和氣令佢哋人緣好，機會多。佢哋嘅穩重令佢哋識得守住手頭嘅財富，兩者加埋自然就越過越好。再深入啲講，面珠墩有肉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含義，就係唔鑽牛角尖。你觀察下生活入面嗰啲面珠墩凹陷、顴骨高聳嘅女人，係唔係多數性格比較尖銳，比較愛較真？佢哋遇到啲小事就放唔低，一句唔啱聽嘅話就記仇記好耐。呢種性格喺商學上叫做刀削面，係比較辛苦嘅面相。因為佢哋成日同自己過唔去，同身邊嘅人過唔去，生活自然就充滿摩擦。而面珠墩有肉嘅女人就唔同，佢哋嘅心態係算啦，唔好嘥時間喺呢啲嘢上面。老公偶然講錯句話，佢轉個頭就唔記得。朋友之間有啲小誤會，佢主動笑笑口就化解咗呢種唔計較嘅性格。表面上好似佢蝕底，但長遠嚟睇，佢先係最賺嘅嗰個，因為佢省卻咗大量嘅精神內耗，將精力用喺真正重要嘅嘢上面。講到旺夫，面珠墩有肉嘅女人確實有一種天然嘅旺夫特質。點解？因為佢哋嘅和善同包容會令到老公喺屋企有一個好舒服嘅環境。你諗下，一個男人返到屋企，如果見到老婆成日黑口黑面、怨天尤人，佢會有心機做嘢嗎？但如果佢返到屋企，老婆笑笑口同佢講今日發生咗乜嘢開心嘢，煮咗佢中意嘅層，成個屋企暖洋洋嘅，佢自然就會覺得生活有動力，做嘢都特別有幹勁。所以面珠墩有肉嘅女人旺夫唔係乜嘢神秘嘅力量，而係佢哋嘅性格同心態，營造咗一個有利於全家人發展嘅氣氛。呢個氣氛用風水嘅話講，就係家宅嘅正氣，正氣足嘅屋企，家運自然興旺。而且面珠墩有肉嘅女人通常都係氣血充足嘅表現。中醫講氣為血之髓，血為氣之母，氣血充足嘅人面色紅潤，精神飽滿，做乜嘢都有精力。你見過嗰啲過度節食、面黃肌瘦嘅女人，成日覺得攰，做乜嘢都冇精神，點可能旺到自己同屋企人？所以面珠墩嘅肉唔單止係美觀嘅問題，更加係健康嘅指標。一個健康嘅女人先至有能力照顧好自己同家人，先至有資本去追求更好嘅生活。有啲後生女為咗追求巴掌面、尖下巴去打瘦面針，做削骨手術，將面珠墩嘅肉去晒。從商學嘅角度嚟睇，呢個做法其實係喺消減自己嘅福氣。
你將面珠墩嘅肉去咗，面上就會見得尖削，氣場就會變得薄弱。短期嚟睇，你可能覺得自己靚咗，但長遠嚟睇，你嘅人緣、你嘅運勢都可能會受到影響。古人嘅智慧唔係冇道理嘅，佢哋經過幾千年嘅觀察，總結出嚟嘅規律，值得我哋認真去思考。當然，我要強調一點，面珠墩有肉唔等於越肥越好。如果面珠墩嘅肉係浮腫嘅、鬆垮嘅，嗰個就唔係福氣相，而係身體唔好嘅信號。真正嘅福氣相係面珠墩嘅肉結實而有彈性，面色紅潤而有光澤，成個人望落去好有精神喎。呢種面相靠嘅唔係食多啲嘢，而係心態好、休息夠、氣血足。所以話到底，面珠墩嘅肉係養出嚟嘅，用好心態養，用好接關人，用好本德人好。講人面珠墩，我哋嚟講第二個位，手掌有肉喺相學上係一個非常重要嘅吉相。古人有句話叫做掌厚背圓，一世好風光，意思係手掌厚實、長輩圓潤嘅人一生都會過得好。你試下攞住自己嘅手掌感受吓，如果你嘅手掌摸落去係暖暖地、厚厚地、有肉有彈性，恭喜你，呢個喺相學上係好好嘅手相。如果你嘅手掌係薄薄地、硬硬地、骨節突出、青筋暴現，咁就要留意下自己嘅生活狀態同心態係咪需要調整。手掌有肉嘅女人最大嘅特質就係踏實特。你觀察下身邊嗰啲手掌厚實嘅女人，佢哋係唔係多數都好勤力、好務實？佢哋唔會成日發白日夢，唔會想住一步登天，而係腳踏實地咁一步一步行。呢種踏實嘅性格喺現實生活中係非常有價值嘅，因為好多時候決定一個人成敗嘅唔係佢有幾叻，而係佢有幾堅持。嗰啲手掌有肉嘅女人，就算做嘅係最平凡嘅工作，佢哋都會做到最好。就算遇到再大嘅困難，佢哋都唔會輕易放棄。日積月累，佢哋嘅成就自然就超過咗好多所謂嘅聰明人。從氣血嘅角度嚟理解，手掌有肉代表一個人嘅氣血好充足。中醫講十指連心，手掌係人體經絡匯聚嘅地方，手掌有肉溫暖，代表氣血運行順暢，身體底子好；而手掌冰凍無肉，指尖發白，就代表氣血不足，身體比較虛弱。呢個身體底子好嘅女人，自然有精力去打理屋企，照顧家人，發展事業。所以手掌有肉，某程度上係一個女人有本錢嘅象徵。佢有健康呢個最大嘅本錢去經營好自己嘅人生。手掌有肉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含義，就係肯付出。你諗下乜嘢樣嘅手會練出肉嚟？一定係成日做嘢嘅手。嗰啲手掌有肉嘅女人，佢哋嘅手洗過碗筷、擰過毛巾、抱過細路、打過鍵盤、搬過重嘢，佢哋嘅手掌每一寸厚實，都係佢哋用心生活嘅證明。呢種肯付出嘅精神喺中國傳統文化入面係非常被推崇嘅。古人話天道酬勤，上天一定會回報嗰啲肯付出嘅人。你見過幾多懶人有好結局嘅？絕大多數情況下，生活嘅好結果都係用汗水換翻嚟嘅。手掌有肉嘅女人仲有一個特質，就係唔怕蝕底。佢哋做嘢嘅時候唔會計住邊啲係我嘅事，邊啲唔係我嘅事。同事忙唔過嚟，佢主動幫手；朋友有困難，佢二話不說就搭手家入面嘅大小事務，佢一手包辦，從來唔投訴。呢種唔怕蝕底嘅態度，表面上好似佢做多咗好多嘢，但實際上佢透過呢啲付出累積咗大量嘅人情同信任。到佢自己有需要嘅時候，身邊嘅人自然會湧嚟幫佢。
呢個就係古人講嘅施比受更有福，你付出得越多，回報就越大。只不過回報嘅形式未必係即時嘅，但一定會喺你最需要嘅時候出現。講到手掌有肉同財運嘅關係，古人有一個好形象嘅比喻，佢哋話手掌有肉嘅人伸開手掌嘅時候，掌心會自然形成一個微微凹落去嘅形狀，好似一個聚寶盤咁。呢個形狀代表呢個人有聚財嘅能力，錢入到佢手就唔容易流走。相反，如果手掌薄而扁平，伸開嚟好似一塊板咁，錢入到佢手就好似水咁流走，點都留唔住。呢個講法聽落去好似好玄，但你細心諗下，其實係有道理嘅。手掌有肉嘅人通常踏實務實，佢哋唔會亂使錢，識得量入為出，自然就能夠積聚到財富。而手掌薄嘅人往往心態浮躁，容易衝動消費，錢自然留唔住。所以手掌嘅厚薄其實反映嘅係一個人嘅理財心態同消費習慣。手掌有肉嘅女人旺夫，道理同面珠墩有肉嘅女人旺夫一樣，但側重點唔同。面珠墩有肉嘅女人旺夫，靠嘅係佢哋嘅和氣同包容，營造一個溫馨嘅家庭氣氛。手掌有肉嘅女人旺夫，靠嘅係佢哋嘅踏實同勤力，幫老公打理好屋企嘅大小事務，令老公可以專心發展事業。你諗下，一個男人如果乜嘢都要自己做，煮飯、洗衫、湊仔、交水電費，佢邊有精力去做事業？但如果佢嘅老婆係一個手掌有肉嘅踏實女人，將屋企打理得妥妥當當，佢就可以將100%嘅精力放喺事業上面，成功嘅機會自然就大好多。呢個就係手掌有肉嘅女人旺夫嘅秘密。佢哋用雙手為老公撐起咗一個穩固嘅後方。我哋經常聽到一句話，每一個成功嘅男人背後都有一個偉大嘅女人。呢句話唔係虛話，你去研究下歷史上嗰啲成功嘅男人，佢哋背後嘅女人多數唔係靚到令人驚為天人嘅美女，而係一個個踏實肯幹、默默付出嘅普通女人。佢哋嘅手掌可能唔係白白嫩嫩嘅，但一定係厚厚實實嘅，因為佢哋用呢雙手撐起咗一個家。好，講完手掌，我哋嚟講第三個位，腰腹。呢個位可能係最多人會覺得意外嘅。喺而家嘅審美標準之下，小蠻腰、馬甲線先至係女人追求嘅目標。但喺古人嘅智慧入面，腰腹有肉嘅女人反而係最有福氣嘅。呢個講法初初聽落去好似同現代觀念好矛盾，但當你深入了解其中嘅道理，你就會明白古人嘅眼光有幾獨到。首先，從體商學嘅角度嚟睇，腰腹係一個人嘅根基所在。你諗下，一棵樹如果樹根唔夠粗壯，棵樹就企唔穩，一陣風就吹倒。人嘅腰腹就好似樹根一樣，如果腰腹太瘦削，成個人就會顯得唔夠穩重，做嘢容易浮躁。相反，腰腹有適度嘅肉嘅女人，成個人望落去好穩陣，俾人一種呢個人靠得住嘅感覺。古人有句話叫做腹如圓肌，福壽之雙，意思係腹部微微隆起，圓潤飽滿嘅人係長壽而有福氣嘅人。腰腹有肉嘅女人最核心嘅特質就係能用事。乜嘢叫能用事？就係遇到困難嘅時候唔會慌張，遇到委屈嘅時候唔會崩潰，遇到矛盾嘅時候唔會激化。佢哋有一種天然嘅沉穩，好似大海咁，表面可能有風有浪，但海底永遠係平靜嘅。呢種沉穩對一個家庭嚟講係非常重要嘅，因為生活唔可能永遠一帆風順，總會有起有落。喺困難嘅時候，如果屋企嘅女主人自己先慌咗，咁成個家就會亂晒圖。
但如果女主人能夠沉住氣、穩住心，成個家就有個主心骨，大家就會覺得冇事嘅，有佢喺度，一切都會好返嘅。呢種能用事嘅度量喺一個家庭入面係無可取代嘅。你細心觀察下身邊嗰啲家庭和睦、日子過得紅紅火火嘅屋企入面嘅女主人，係唔係多數都有呢種沉穩嘅氣質？佢哋未必係最靚嘅，但一定係最令人安心嘅。呢種特質同中國哲學入面嘅坤德有好深嘅關係。坤卦代表大地，大地嘅特質就係包容萬物，無論係山川河流、花草樹木，定係風霜雨雪、烈日寒冬，大地都默默承受，從不抱怨。腰腹有肉嘅女人就好似大地咁，佢哋嘅心胸好寬闊，裝得落好多嘢。老公偶然犯錯，佢唔會周住唔放，而係俾機會佢改正。仔女有自己嘅想法，佢唔會強行干涉，而係尊重佢哋嘅選擇。生活有起伏，佢唔會怨天尤人，而係冷靜咁諗辦法解決。呢種包容嘅力量係好多瘦削嘅女人所欠缺嘅，因為過度追求纖瘦嘅女人往往心態都比較緊繃，一啲小事就容易觸發佢哋嘅焦慮同不安。腰腹有肉仲有一個好現實嘅好處，就係撐得住。生活入面總會有啲需要你咬緊牙關捱過去嘅時刻，可能係家入面突然出現經濟困難，可能係親人生病需要照顧，可能係工作上遇到重大嘅挫折。呢啲時刻最需要嘅就係一個撐得住嘅人。而腰腹有肉嘅女人，因為佢哋身體底子好，精力充沛，加上佢哋心態穩定，唔容易被壓垮，所以喺困難時刻，佢哋往往係全家人嘅支柱。佢哋會安慰老公，唔緊要，錢冇咗再揾過就得。佢哋會鼓勵仔女，呢次考得唔好，唔緊要，下次再努力就得。佢哋嘅淡定同從容會令到成個家庭喺風浪中穩住陣腳。我講一個真實嘅例子俾大家聽。我認識一個阿姐住喺屋村，老公做地盤工人，收入唔高，兩個仔女讀緊中學。呢個阿姐就係嗰種面珠墩圓圓、手掌厚厚、腰腹有啲肉嘅女人，望落去好有福氣嘅樣。有一年，佢老公喺地盤跌傷咗腳，成半年冇辦法開工，屋企突然斷咗收入，好多人都以為佢哋一家會捱唔住。但呢個阿姐冇慌，佢一邊照顧受傷嘅老公，一邊去揾咗一份早更嘅茶樓工。朝早4點就起身出門口，放工之後佢仲會去街市執啲賣剩嘅平價切翻嚟煮。佢從來冇喺仔女面前講過一句辛苦，成日都係笑笑口咁話冇事嘅，阿爸好快就好翻啦。半年之後，佢老公康復咗，重新開工，佢哋一家捱過咗嗰段最困難嘅日子。而且因為呢段經歷，一家人嘅感情反而更加深厚。你話呢個女人有冇福氣？佢嘅福氣唔係上天打落嚟嘅，係佢自己用雙手、用心態、用品德爭翻嚟嘅。有人會問，如果腰腹有肉係福氣上，咁係唔係越肥越好？梗係唔係啦。商學講嘅腰腹有肉係一種適度嘅豐潤，唔係失去控制嘅肥胖。如果一個人因為暴飲暴食、缺乏運動而導致肥胖，嗰個唔係福氣，而係病態。真正嘅福氣係腰腹有適度嘅肉，但整體身形勻稱、行動輕便、精神飽滿。呢種體態通常出現喺飲食均衡、作息規律、心態平和嘅人身上。所以話到底，腰腹嘅肉同面珠墩嘅肉、手掌嘅肉一樣，都係養出嚟嘅。用健康嘅生活方式養，用平和嘅心態養，用平和嘅心態養，用包容嘅品德養。仲有一點好值得深思嘅，就係而家社會對女人嘅審美標準其實係好偏頗嘅。電視上
雜誌上、社交媒體上，到處都係纖瘦嘅模特兒同明星，令好多女人覺得自己一定要瘦先至靚。為咗瘦，有啲女人過度節食，搞到營養不良；有啲女人瘋狂做運動，搞到身體受傷；有啲女人甚至去做手術抽脂。但你有冇諗過，呢種審美標準係邊個定嘅？係商業社會為咗賺你嘅錢而製造出嚟嘅焦慮。你越覺得自己唔夠瘦，你就越會去買減肥產品，去做美容療程，去做手術。但古人嘅智慧話俾你聽，女人嘅美唔喺瘦，喺潤；女人嘅福氣唔喺外表，係德。一個面珠墩飽滿、手掌厚實、腰腹豐潤嘅女人，就算唔係世俗標準中嘅美女，但佢活得健康、活得自在、活得有底氣，呢種由內而外嘅光彩先至係真正嘅美。講到呢度，我哋可以將三處有肉嘅道理做一個總結。面珠墩有肉代表嘅係和氣待人，和善處世。因為和氣而人緣好，因為人緣好而機會多，因為機會多而生活順遂，手掌有肉，代表嘅係勤力做事，踏實做人。因為勤力而有成就，因為踏實而有積累，因為有積累而生活安穩，腰腹有肉，代表嘅係容，心胸寬廣，能容人容事。因為包容而少爭吵，因為少爭吵而家庭和睦，因為家庭和睦而福氣綿長。呢三個字和、勤、容加埋就係一個有福氣嘅女人嘅全部秘密。你可能會話呢啲道理我都識講啊，有乜嘢特別？但問題在於識講同做到係兩回事。幾多人日日講要心態好，但一遇到嘢就發脾氣。幾多人日日講要勤力，但一有機會就偷懶。幾多人日日講要包容，幾多人日講要矛盾就斤斤計較。古人講知行合一，你唔只要知，仲要行。而嗰啲身上三處有肉嘅女人，佢哋唔只係知咗呢啲道理，而且係真真正正咁將呢啲道理活出嚟咗。佢哋嘅和氣、勤力、包容唔係裝出嚟嘅，而係已經融入咗佢哋嘅骨血入面，成為咗佢哋嘅本能。所以佢哋嘅面上、手上、體態先至會自然而然咁呈現出有肉嘅福氣相。呢個道理同中國哲學入面一個好重要嘅觀念有關，就係德。古人話厚德載物，一個人嘅德行越厚，佢能夠承載嘅福氣就越大。你見過幾多暴發戶發咗一筆橫財之後，好快就散晒嘅？因為佢嘅德行唔夠厚，載唔住嗰啲財富。而嗰啲三處有肉嘅女人，佢哋嘅和氣、勤力、包容，其實就係佢哋嘅德。呢啲德行好似泥土咁一層一層咁積累起嚟，越積越厚，最終就能夠承載起滿滿嘅福氣。所以古人話有德者有福，唔係虛話，而係幾千年觀察人生嘅真理。仲有一個好值得思考嘅現象，就係三處有肉嘅女人通常會越老越有福氣。你有冇發現有啲女人年輕嘅時候平平無奇，但到咗50歲、60歲之後，反而越嚟越有光彩。佢哋嘅面珠墩因為長年嘅笑容而越嚟越飽滿，佢哋嘅手掌因為一生嘅勤勞而越嚟越厚實，佢哋嘅腰腹因為心胸嘅寬廣而越嚟越圓潤。佢哋望落去唔係老態龍鍾，而係慈祥安詳，成個人透住一種歲月沉澱嘅智慧同從容。相反，嗰啲年輕時候靠外貌食世界嘅女人，到咗一定年紀之後，外貌嘅優勢就會慢慢消失。如果佢哋內在冇足夠嘅積累，就會顯得特別空虛同焦慮。所以古人話女人41枝花，唔係話每個40歲嘅女人都靚，而係話嗰啲有內在積累嘅女人，到咗40歲之後先至真正綻放佢哋嘅美，唔再係青春嘅美，
而係成熟嘅美、智慧嘅美、品德嘅美。呢種美唔會隨住年齡嘅增長而褪色，反而會越嚟越耀眼。對於呢啲道理，好多人嘅反應可能係講就易，做就難。我都想和氣待人，但有啲人真係好衰，我點做都唔發脾氣。我都想踏實做事，但生活壓力咁大，邊有心情慢慢嚟？我都想心胸寬廣，但有啲委屈真係好難忍。呢啲反應好正常，因為修德從來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。但古人話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你唔需要一下子就變成一個完美嘅人，你只需要每日進步一啲啲就得。今日少發一次脾氣，聽日多做一件善事，後日多包容一次身邊嘅人，日積月累，你嘅心態就會慢慢改變，你嘅面相、手相、體態都會慢慢跟住變。呢個就係相隨心轉嘅道理。你嘅心變咗，你嘅相就會跟住變。有人可能會問，咁如果我天生就面珠墩粒、手掌薄、腰腹瘦，係唔係就冇救噶啦？梗係唔係。相學唔係宿命論，佢只係俾你一個參考。等你知道自己嘅優勢同不足，就算你天生嘅面相唔係最理想噶，你都可以透過修心養德嚟改善。因為相由心生，你嘅心態變好咗，你嘅面相就會變好，你嘅品德提升咗，你嘅體態就會跟住改善。歷史上有好多例子，一個人經過幾年嘅修行之後，面相完全改變咗。所以唔好俾自己嘅現狀限制咗自己嘅未來。最重要嘅係開始行動。回到最初嘅話題，點解有啲女人唔係含住金鎖匙出世，但一生都過得順風順水、旺夫益子？答案就係佢哋有住三處有肉嘅福氣相：面珠墩嘅和氣、手掌嘅踏實、腰腹嘅包容。呢啲肉唔係脂肪嘅堆積，而係德行嘅外在顯現。佢哋嘅面珠墩之所以飽滿，係因為佢哋成日笑，心境開朗。佢哋嘅手掌之所以厚實，係因為佢哋一生勤勞，肯付出。佢哋嘅腰腹之所以豐潤，係因為佢哋心刻寬廣，能容萬事。呢啲品質令佢哋人緣好，家庭和睦，事業穩定，自然就越活越有福氣。生活入面，我哋見到太多女人為咗追求外在嘅瘦同靚，而忽略咗內在嘅和同德。佢哋花大量嘅時間同金錢喺美容減肥整容上面，但就唔願意花同等嘅精力去修煉自己嘅心態同品德。結果係佢哋可能外表越嚟越靚，但生活反而越嚟越唔開心，因為佢哋嘅人際關係出咗問題，因為佢哋嘅家庭唔和睦，因為佢哋嘅內心越嚟越空虛。呢個係一個好值得反思嘅現象。女人嘅真正貴氣，從來都唔係靠外在嘅包裝，唔係名牌手袋，唔係鑽石項鏈，唔係整容手術可以俾你嘅。真正嘅貴氣係由內而外散發出嚟嘅一種氣場，係面珠墩上嗰份和善嘅笑容，係手掌入面嗰份踏實嘅溫度，係腰腹之間嗰份包容嘅安穩。呢種貴氣唔會因為年齡嘅增長而消失，反而會越嚟越濃烈，因為佢嘅根源係德行，而德行係唯一一種會隨住時間而增值嘅資產。所以各位，無論你而家嘅面相係點，體態係點，手相係點，都唔重要。重要嘅係你從今日開始用乜嘢心態去面對生活，多啲笑，少啲怨。多啲做，少啲講，多啲包容，少啲計較。日子長咗，你嘅面珠墩自然會飽滿起嚟，你嘅小象自然會厚實起嚟，你嘅腰腹自然會豐潤起嚟。到嗰個時候，你就會發現福氣呢個嘢從來都唔係上天打落嚟嘅，而係你自己一日一日咁積累翻嚟嘅。面帶笑，手頭勤，
心胸闊，就算住喺屋村，就算食粗茶淡飯，就算冇車冇樓，你嘅日子一樣可以過得好有味道。因為真正嘅富貴唔係銀行戶口入面有幾多個零，而係你嘅心入面有幾多份安穩。呢份安穩係面珠墩嘅圓潤養出嚟嘅，係手掌嘅口實做出嚟嘅，係腰腹嘅豐盈用出嚟嘅。呢個先至係真正嘅福氣箱。最後送俾各位一句話：女人嘅命唔係睇你生得靚唔靚，嫁得好唔好，而係睇你活得穩唔穩，心放得開唔開。三處有肉嘅女人未必係最靚嘅，但一定係最有福嘅，因為佢哋揀咗一條最穩陣嘅路，用不是就米做咗面熟，用勤勞養手手，用包容養體態。呢條路唔華麗但夠踏實，唔精入但夠長久。行喺呢條路上嘅女人越行越從容，越老越有光。